部落叫吉拿罗岸嘛，吉拿罗岸的迁移史啊，就是我们的迁移史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开始聊一聊，他就突然讲到说啊，以前我们阿美族的生活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民族啊，我们的生活很富足，什么都不缺。就是如果你靠海，你就去海边抓鱼，然后去河边抓鱼。那我们很会辨，就阿美族很会辨识野菜嘛，然后那个遍地都是菜，我们以为是以为是杂草，可是不是，遍地都是菜。然后你种一些食物啊，刚刚好你自己可以吃的就好了，就是没有什么衣食没有什么缺的，你身上的衣服穿的啊是什么，都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得到这样。那后来，那个就是整个生活的改变嘛，他就说整个生活心态的改变，我们就从那个富有就变成贫穷这样，然后就怎么这样讲一讲，我觉得你开始讲赛德克巴莱，然后我要讲说后来他就是整个你本来的生活方式啊没有了，你是不是就得去就像很多年轻人都得去上那个工厂工作这样，然后用劳力换取，也是一样啊，反正也是换取吃的，为什么不能自己种哦？就是，然后那个工厂给你的那个薪水可能也不是很多，他其实不是这样讲，他就是说，可是我没有要讲什么，就是他说日本人来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得去当他们的苦力，其实那时候的台湾人都要去当苦力嘛，那你当苦力其实是没有薪资的。然后那种的东西就是那男人都去当苦力，所以那个你田里面谁在种就是女人，那女人的体力是有限，女人跟小孩体力是有限，所以你的食物就变得很少。那你要糖，你要买任何东西，你没有钱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就是用你的食物去换。等到你收成的时候，你只有一点点东西，可能就是像地瓜啊这种哈，那个地瓜叶，因为那个是最不值钱的，所以你还可以留下它。所以我们就会从贫穷变成那个，从富有变贫穷，从贫穷变富有。就是这首歌是在讲这样子啦，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想想，我们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呢？